华视好新闻来看，女骑士在台东基督教病院的医生赶转去病院顺利来接生。医生是看文章，希望找到这位女骑士，除了要甲说多谢，嘛要甲伊分享这个新生命出世的欢喜。半暝尾11点啊，穿乌衫这个郭医师冲入病院内面，因为当时的情况真危险。有一个孕妇要生囡仔，需要医生协助，经过几啊点钟奋斗，囡仔总算顺利生落来。我都迎接这个高水的囡仔，其实再搁感谢一个人。原来迄一暝医生接到雨水通知了，本来打算要为铁花村走转去台东的基督教病院，但搁捌治疗心脏病郭医师走到一半时，感觉心脏无爽快，这时出现一个翘倒摆的小姐，真好心，在这个医师赶去病院。就有一个善良的天使，他愿意在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，面对一个狂奔而来的男生，然后他愿意让我搭上他的摩托车，然后很快的送我到基督教医院的急诊。珊瑚听了这段故事嘛，真感动。觉得如果医生没有赶来的话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对，也很感谢那一位小姐。这款的善行帮助这家伙会使平平安安迎接新生命，因为当时伤青讲无好我讲感谢，医生嘛写文章找人，希望讲会使甲这位天使分享新生命的欢喜。